牛肉丸你如果想做得有彈性嘅話咧，我教你哋喺屋企有部絞肉機就可以做啦。只要掌握好技巧咧，做起身特別簡單，而且冇任何添加劑。咁靚嘅牛肉丸，以後屋企小朋友想食咧就唔使再出去買啦。首先整牛肉丸咧，我哋直接就揀呢種牛嘅里脊肉。咁佢到底係牛嘅邊一個部位咧？我想睇下我朋友仔係知道嘅。切好之後咧，就要將佢放到冰箱裏邊急凍2個鐘。凍到好似咁樣快要差唔多凍硬嘅時候咧就可以啦。之後直接將佢放到絞肉機入邊，咁樣絞出嚟嘅肉咧特別容易上膠嘅。就好似咁樣打一下停一下，打到5、6次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開始調味啦。1斤嘅牛肉咧，我哋就放10克嘅鹽、6克嘅白糖同埋1克嘅小蘇打，仲有其他幾個調料咧都全部放晒入去。具體嘅比例咧，我全部打喺屏幕嘅上面啦。如果記唔住嘅話咧，可以點個小紅心關注收藏起身，下次隨時都可以揾到我啊嘛。第2次攪打嘅時候咧，冰啊千祈唔好唔記得放啦。牛肉丸想要彈牙咧，肯定要靠佢嘅。我哋喺用絞肉機打嘅時候咧，記得打下停下，咁樣啲肉咧先打得夠細嘅。好似咁樣嘅狀態咧，就可以倒到一個大盤入邊啦。再用手向同一個方向咧不斷咁攪打。呢一步咧就冇得偷懶啦，啲肉膠咧會越打越起膠嘅。睇到啲肉膠好似拉絲黐手嘅狀態，捉喺手上翻過嚟唔跌落嚟咧就可以啦。然後好似我咁用手擠啲丸仔出嚟，全程用細火喺隻鑊入邊保持溫水嘅狀態就得啦。將佢慢慢咁浸熟，浸熟之後咧即刻將佢撈出嚟過一下冰水，咁樣牛肉丸咧更加爽口，更加彈牙。有啲咁新鮮嘅牛肉丸喺屋企整牛肉丸湯咧就最適合噶啦。碗入邊準備一啲蔥花、芹菜、鹽、生抽，再嚟上2顆呢個潮汕特色嘅蒜頭油。我將佢放喺視頻嘅左下角鏈接啦，大家有需要嘅都可以去睇睇。先倒2顆煮丸仔嘅牛肉湯，再將啲牛丸咧倒入去，一碗鮮甜十足嘅牛肉丸湯咧就整好啦，簡單又營養。平時有時間嘅話咧，可以多啲整俾細路仔食。自己整出嚟嘅真材實料，冇任何添加劑，學識咗。